今日由太原出發，一路向南揸車100公里，去到平遙古城。清朝嘅時候，呢度係中國北方嘅商業中心。平遙古城係中國4大古城之一，喺明朝初年，據講係由劉伯溫設計規劃嘅。城嘅外形好似隻龜，北邊嘅城牆係方正嘅，南邊嘅城牆呢係彎彎曲曲，就好似個龜殼咁。由呢個角度睇落去，好壯觀，全部都係灰牆灰瓦、清一色嘅古建築。據講劉伯溫就留低咗一條神龍寶柱，保護住成座古城。我哋陣間入城揾下先。呢度係北大街，北邊城區係居民區，汽車就唔入得，只係小型嘅電動車可以行。而家古城裏邊呢，常住人口大概1萬。睇下地圖，成座古城就分為東南西北4條大街，呢度就係最中心嘅地方啦。喺西大街，我哋先睇下華北第一鏢局博物館，即係古代嘅保安公司咯。入門口就見到武當嘅大牌匾，個庭院中間有一座獨輪標車。古時候山路狹窄，用2個轆或者4個轆嘅車行動困難，所以標車呢多數都係單轆。旁邊嘅廂房就陳列住古時走標送貨嘅古仔。呢度呢個二標頭咧帶住啲貨喺路上，就遇到一個寺廟嘅方丈，2個人就打交，交手之後惺惺相惜，結為兄弟，自此互相照應。只要插上呢家標旗呢，遇到事方丈就會派僧人幫手保護。另一邊廂房負責替客人交收貨物、錢銀。另一邊係會客室。行走江湖做鏢局就好多禁忌嘅，三不住、三不離、鏢師三忌、處世原則，都係做鏢師嘅行業規矩啦。鏢局嘅生涯就唔係全部都係打打殺殺嘅，係先禮而後兵，盡量要和氣生財，咁生意先係做得大噶嘛。我哋自駕遊習慣咗去到目的地先至開始揾酒店，嚟到平遙都一樣，一面遊古城，一邊開始揾民宿。呢間龍門客棧得唔得？龍門客棧老闆娘帶我哋去後面廂房睇下。你估今晚如果住喺度，會唔會又遇到啲行走江湖嘅俠客呢？這是老房子還是？這一間和隔壁那一間。好香。呢一間另外一間嘅精品酒店，價錢就有啲貴，冷冷清清都冇乜客嘅。民宿嗰度，一個細細嘅4合院啦，離開個主街10零米，地點好方便，但係喺呢個橫巷裏邊，咁所以比較偏僻。琴晚講下價錢呢，居然係100蚊一間房一個人，十分之優惠啊！因為而家冬季好少遊客。夏季我估呢啲房300-400到啦。唔係普通床，係啲炕床啊！即係底下以前就係燒木燒煤暖住張床嘅，咁而家係假㗎啦，而家係
空調啦，咁啊好暖，琴晚好舒服。南大街係最繁華嘅一條街啦。喺清朝啊，呢度係中國北方嘅華爾街，街道兩邊商鋪林立。佢哋喺全國各地賺咗錢啫，就將啲錢運咗返嚟，喺度起樓起金庫。呢座樓啊叫做市樓，係成個古城裏邊最中心，亦都係最高嘅建築。喺古時呢，市樓底下就有個井，就叫做市井。咁古城嘅老百姓就去市井嗰度攞水。咁呢啲來來往往嘅人呢，就係市井小民啦。喺市樓嘅旁邊就係中國錢莊博物館協同慶。呢間係票號嚟嘅，即係銀行嘅前身。喺第一進嘅院裏邊呢，兩邊都係帳房。平時老百姓如果要存錢呢，就嚟呢度辦理業務，咁即係等於銀行啲櫃台。呢一個係中廳，相當於現代銀行嘅 VIP 接待室。上面呢塊牌匾係妻離處，妻就係休息咁解啦，離就係范蠡，范蠡係做過3次首富，被奉為財神爺嘅。咁如果你有10萬8萬銀兩存入嚟呢，就請你去中廳接待啦。普通人存幾兩銀，唔該你去門口啲帳房搞。金庫就係呢個庭園嘅下面。呢個庭園有幾大，金庫就有幾大啦。呢邊落去就係金庫啦。呢條樓梯好鬼窄啊！呢條柱就係劉伯溫留低嘅神龍寶柱，木頭挑嘅，係成個平遙古城嘅最核心嘅地方。據講就可以保佑平遙古城經久不衰，係一個風水位嚟嘅。呢間副丁房，副丁就係即係保安啦。呢間係銀庫，晉商係推崇關公做財神嘅，因為佢身上有經商最重要嘅品質，信義、公平、精明。嚟平遙古城旅遊係冇人投訴嘅太商業化嘅，因為呢度本來就係個商城。今晚就試下平遙嘅地道美食。呢一個呢，就係平遙古城最出名嘅銅爐火鍋。佢呢就係浸住少少啫，點麻醬食。呢啲牛呢，就應該係黃牛咯，黃牛肉。就唔夠汕頭牛肉咁肥膩，但係呢就有啲苦口。咁點啲醬，咁其實牛肉就唔係食軟滑嘅，佢係食嗰啲牛肉味嘅啫。38蚊40串，我以為好多，原來喺大陸。嚟平遙古城睇呢啲生活緊嘅明清金融重鎮，係一次穿越明清嘅晉商文化之旅。